伫咧今年1月底，新竹有一间国中的棒球场，一个查甫教练，真有可能是因为比赛输气啊，规人气噗噗，伫咧教室内面，唔但摕册牌啊牵学生，而且佫直接拍2个学生的头壳，致使这个学生囡仔来受伤，暴力行为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家长知影了后，也气噗噗要甲告，而且要求学校要甲伊开除。 对监视器会当看到教练伫教室行向学生，唔但摕物件弹向学生，搁出拳头舞对学生头壳拍落去。家属看到画面，实在真受气。他们在准备用餐，那教练在宣布事情的时候，那按照这样的说法是说，被打的小朋友说因为行为不检，然后就动手打。那打完之后，那还要求他们把 那个打下来的便当，给他吃下去。发生当下之后，我们完成了去验伤的动作。那验伤的结果出来就是脑震荡。目前家长已经对教练提出告诉，不过互因无法度接受的是，代志发生到今已经过半年，学校参新竹县政府竟然只有对教练做出停聘6个月处罚。诉求是解聘，那解聘的部分就是他就是不胜任，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社会处也在5月19号依儿少权法开罚6万元哈。那学校经过审查会议的审查结果是停聘6个月哈。那这个停聘期间，我们会要求这个学校呢，针对我们的孩子做这些諮商辅导的协助哈。那包括我们的教练也要请他参加一些班级经营等相关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哈。新竹县教育局指出，代志发生了，教练就停止上课接受调查。自今日开始，按算会停止聘用半年。 教育局也要求学校严格督导，唔通互不当管教的代志搁发生。这名教练停聘期满，也袂搁互伊去学校教，会调去县府协助处理棒球相关的业务。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